世界万代拢伫台湾新港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拓。观众朋友，即阵啊建功选举，就爱讲到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伊一方面面对论文风波，一方面爱处理新竹野球场改建无交证的问题。论文方面，林志坚顶礼拜周末有开记者会，伊的指导教授陈明通嘛有搁再一摆发文来相挺。总是咱看到论文要咧处理，中华大学甲台大要开审查会，两边。调责任说一个失职，一个袂前袂就讲这是丑闻，这学术问题显然已经成做政治事件。嘛，搁新竹野球场问题，即马嘛是未收煞的款哦。毋过，这风波敢真正有互林志坚选情上中学术运动项的代志，咱今日来讲伊的政治效应。小介现场来宾邀请中国国民党文团会郑世伟副主委，大家好。邀请民主进步党桃园市议员参选人魏文小姐，大家好；邀请资深媒体人康金准先生，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今日讨论林志坚选情的风波，和大先生来看论文的报道。透早参加记者会，敢若有委任律师黄德英，无看林志坚本人。针对论文的风波，林志坚甲指导教授陈明通确定袂参加台大学术伦理审定委员会。魏德英指出，已经以书面递证申请审定委员会调集人苏宏达依法回避。苏宏达依法回避之前，他的组织并不适法，后续基于先程序后实体，不会建议当事人出席。媒体居然率先揭露，那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性放话？我们非常的遗憾，也认为后面是不是有究责的可能？魏德英强调讲，也有听诉上的问题。呼吁学术伦理审定委员会应该完成苏宏达依法回避了后，再来审定。将其尾若是国议会回避，律师团会依法提起救济复决。根据平面媒体的报道，这件代志关键的人物余正煌会亲身参加学论会，证明伊的清白。针对这点，南北两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拢认为讲，爱尊重学校的职权。论文的部分要交给两所大学做专业的认定。而且相关资格都有很明确的规定，任何个人或者都不应该去介入，必须要尊重学校的职权。看起来现在余正煌的状态就是他神隐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在他去说明的时候，可能就真的会把他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讲出来。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还原真实状况的一个说法。论文的代志，去互在野党一直捧。到大要小媒体，除了台大以外，中华大学嘛已经伫顶礼拜成立审议委员会。不过调集人也就是公管系主任马行所传出请辞的消息，去互外界认为讲是烦恼压力伤大。林志坚表示，资料甲证据拢已经送去学论会，希望学论会会当公平公正来审定。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最新的发展吼，咱既然已经知影的吼，是余正煌伫伊的论文内底有甲林志坚来说写，伊讲多谢林志坚市长吼，甲伊干那见几面尔，就帮赞伊写这个论文，总是伊今仔日有发一个声明，主要是咧讲伊的论文无任何抄袭的代志吼林俊大哥，咱看到余正煌即摆发这个声明吼，就是伊家己讲我的论文无抄袭，总是林志坚今仔日嘛同款有发一个声明，伊讲伊是要证明伊家己的清白，毋是在指控有任何人吼论文有抄袭吼，安尼就是讲两个人拢无抄袭，这内底有啥物美感？我感觉因为今仔日是台大的这个学术伦理委员会今仔开会啦，吼即摆问题就是讲外界怀疑讲你两个人。你无共时间写的这个论文，为什么有一寡即咱讲这内底文字吼，也是你的用法拢一模一样，连这个措辞拢共款嘛吼，所以大家会去怀疑讲，到底这两个版本内底是啥物人先写，啥物人后写？我感觉这对社会来讲，大家会想要了解嘛吼。当然，余正煌今仔日这个声明吼，伊徛伊的立场，一定爱安尼讲。为什么？伊即马过去读博士班嘛。今仔日若是大家怀疑讲，今仔日若是林志坚讲伊无抄。两个人譬如讲说为伫伊迄个所在写，我伫我这个所在写，那有可能写出来两个文字拢共款，一模一样啦。莫讲一模一样，连措辞拢共款的状况之下，余正煌今仔日这个声明书，伊今仔重点讲的是啥？伊嘛无讲别人抄伊的，但是伊讲我家己是我家己写，我无去共抄别人。所以问题就会转来讲哦，因为今仔日学术伦理的委员会哦，伊即马毋是干那要处理林志坚的问题尔。你若是有两本，伊即马一定要找另外一个人，伊嘛要来说明。
所以我感觉两个人伫这个代志顶头吼，是两个徛喺家己的立场，甲大家讲我拢无抄。是。吼啊，我感觉伊即马对生命来讲吼，两个人拢做伊认为伊这个阶段应当爱做的代志。啊，上尾的判定讲到底是你什么人抄什么人的，还是安怎？这就变做学校家己本身爱去思考的问题啊。是，副主委，即马台学术伦理审查委员会吼，就爱来审查，总是伊本地这个问题，敢若是林志坚家己一个人的论文吼。即马余正宏发这个声明，台算讲是中国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嘛有去检举吼，讲余正宏的论文有抄袭，伊即马讲伊无抄袭，即马就变做两本论文的问题啊吼，一定有一本抄另外一本，是毋是爱做安尼决定？这一定的啊。咱之前有讨论真多，头拄啊任俊嘛有讲，你今仔两本的论文你摕来比对的时阵尔，字标点符号或者是唔对的字，你拢一模一样，啊，规本算起来差不多有90几%，拢共款的。是。啊，你即马你袂使讲，这个论文的名称标题，是我较早想的，大家若有读。若有读硕士、读博士的，大家去吼看卖讲论文哦。有当时啊，一个标题，以我讲来讲，咱要讨论的新德球场争议事件的研究，敢若一个名称内涵有几来的学生会写无共款的看法。所以讲你袂使讲啊，这个标题、这个案是我先想的，刷的时阵尔，你讲写出来。一模一样，结果你的指导教授讲，所有我教出来的学生哦，拢是共门派的，所以讲写出来门风拢会共款，这也毋是武术小说的。今仔日你写出来的时阵尔，像我拄好年初拄好毕业，因为有李梅珍事件，所以讲学校要求讲，你的快刀比对，你爱得20%以下。刷的时，你若差不多写的一段文字13字，你袂使甲人的论文或者是甲人的著作一模一样。是。你变成讲，你看人的著作，你爱引经据典，讲啊，我是为倒一本为阿明你这边会出来的这书，我来发想啊，我写心得，写起来的时阵尔，我袂写我家己的意思，我袂使照你的册内底，或者是你的论文内底。规个拢甲你赶过来，是，这安尼唔对啊！但是你今仔当作是去用逼空的时阵尔，你林志坚讲，我无抄，刷咧你陈明通指导教授的时阵尔，你讲啊，是伊甲林志坚的这个资料摕互余正宏，刷咧余正宏拢无出来，即摆余正宏出来，是，你若学术伦理委员会，你若有人检举的时阵尔，当然学校都爱成立委员会，爱处理，的时阵尔。人媒体人大家都咧讲，余正宏虽然进前无出来，但是伊当初时硕士毕业了后，伊马上考博士班，伊即马当咧读博士班。刷的时阵呢，伊有进取的心，所以讲伊写出来是较安怎，是较原有的，而且伊阁先毕业，人讲生来后道嘛。你林志坚，你换伊3个月还是半年，你毕业，你考试，你毕业，是刷的时阵呢，你讲我无抄。是，余正宏比你较早毕业的，伊嘛讲伊无抄，学校来决定到底是谁抄上的。但是我必须要讲，你指导教授陈明通局长，你失职，为什么你失职？你伫进前余正宏做考试委员的时阵，你有看过伊的论文吧？一定有看啊，有看到你无法度他做考试委员。你既然有看，经过3个月还是半年。你的指导的学生林志坚要考试，你看到安尼的时阵尔，你做一个指导教授，你应该要讲，你这论文写出来的时阵尔，甲我去考试的迄个学生写起来拢一模一样，安尼唔对哦，安尼唔对哦，袂使哦，你要经修改。是，你拢无讲，煞来即马叫人列出来啊，你唔对的字嘛共款，你的称谓。你若余正宏称呼你林志坚是准硕士，安尼对。但是你林志坚你家己写家己是准硕士，
甲佫去互讲，你当初时咧读台大的时阵啊，你中华大学你已经摕到硕士啊，啊你哪会称呼家己是准硕士？迄个准莫讲你写毋对啦，错字嘛一模一样。啊，今仔佫有人于正煌出来讲，是进前咧讨论讲柯明才市长，阮国民党籍的市长柯明才，伊伫选举公报顶头写一个多明尼克肯大学，啊于正煌讲，啊这多明尼克肯大学是我抄国民党的网站，柯明才市长伊的公报内底就是安尼写，啊真歹势。国民党伊当初可能写毋对，甲弄个，害你抄毋对。是，但是于正煌讲会出来讲，伊即个资料是为倒去抄的。你林志坚当初是大家咧批评讲，即个多明尼克肯大学毋是多明尼克大学，结果你拢无讲啊。由此可见，人于正煌伊抄毋对，伊知影为倒去抄毋对，是，人伊点出来。但是你林志坚当初是咧去用质疑的时阵啊，你敢毋讲？你嘛无讲啊？安尼来，咱来问委员吼。即马本地是林志坚一个人咧选举，啊，拄则副主委吼，甲仁俊大哥拢有讲着吼。即马是于正煌甲甚至是陈明通主委拢扫着风台尾后，啊，即款的代志要安怎？你安怎来收煞？你感觉林志坚顶礼拜六吼开记者会，伊敢有说明清楚？好啊，先说明一下，因为我是客家人，所以会讲一些国语、一些台语交杂哈。那我们首先讲这个今天这个于正煌这个声明。那其实陈明通还有林志坚跟于正煌他3个人这样看出来，他们的声明表示说，其实这3个人林志坚跟于正煌都表示，还有陈明通都表示，其实他们都没有互相抄袭。那今天于正煌会提出这个声明书，其实是因为王宏伟嘛有去控告于正煌抄袭这件事情，他不得不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他未来还有一个博士的学位正在就读中。所以他今天必须要出示这个声明。他这个声明并不是有表示说，林志坚抄袭于正煌，他只是声明说自己未曾抄袭。那根据之前那个陈明通教授，他也发出很长的长文来说明，他有他自己的教授学生的方式。那他这些他都有一些操作性定义的章节的解释用语吼。那今天学生出示的文章会如此的相似，也是因为陈明通的模式导致他们学生文章会有相似的部分。那我认为说，这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学术问题，也许学术上面有瑕疵，但是因为林志坚要参选，它变成一个政治的问题，然后风波越烧越大。我相信大家都有念过硕士啊，然后也会知道，其实在职专班这种东西。未必是说我们念这个硕士是说完全是因为我们这是教授的规范，而这些学生出示内容有相似之处，那是到底是不是等于抄袭？我们还有待他们有一个学审会的公布，是这样，这是我的看法。是林俊大哥，那是台大学术伦理审查委员会在处理这个代志，看起来因要。需要处理的，唔那是于正煌甲林志坚的论文，同款嘛有陈明通教授伊所指导的这个学术工作，有符合伦理无？敢唔是安尼？最后敢会产生着针对陈明通的政治效应咧？老实讲，我感觉这个问题已经唔是干那学校甲学校内底的问题啊啦，这已经变做政治的问题嘛。那真简单嘛，你看讲林志坚，咱老实讲吼，写论文这个物件是安尼啦。你讲第一教授甲你指导讲伊的学生。每一个教授有家己的方法，我感觉这大家嘛唔免讲即摆讲我较厉害，我较甲人无共款，其实袂啦吼。教授对家己的学生，伊本来伊会迄套的方法，伊会甲伊的学生讲，比如讲你写这个主题，伊认为第一点爱写啥，第2点、第3点、第4点、第5点。我相信细微遐正经伫读硕士的时嘛是共款，教授嘛是安尼甲你讲，你第1点可能对啥物方向就去写，但是你的内容的部分。你变成你家己爱去写这个物件，还是你参考别人的这2件代志。但我就讲吼，今仔日拍这件代志，拄啊社会上拄啊讲到李眉蓁嘛。当初是李眉蓁这个事件发生的时，有所有的人去拍李眉蓁的老师讲，好，你老师出来，你指导偌济学生，你即摆有一本是抄的，啊，你别本是毋是嘛拢抄的？无人做这个，无人甲问哦，嘛无人甲拍甲安尼啊，讲哇，你老师出来，学校出来，大家敢若讲老师爱查。学校爱查李眉蓁这本，伊若是抄的，伊本身伊爱负这责任。
但是你看今仔日这个事件发展到即马为止啊，拄头林志坚这个代志拄发生的时，大家就马上讲好，啊你陈明通你嘛共发一个声明，所以你是毋是陈明通是毋是这个保护？啊为着安尼，你看后壁写偌济讲哦，啊你陈明通几十年来你教偌济学生，啊你学生内底有偌济人，什么人名拢甲你规个写起来。恁做这个操作是为着啥？你是甲所有的这段时间叫陈明通指导过学生，拢甲拍做讲啊！我甲你讲，恁可能拢甲林志坚共款。所以我讲这个物件，其实老实讲，对真侪即马伫读这个国法所的学生，也是对已经对这个学校毕业的。像我本身我嘛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2016年去读的是陈明通，敢若是一个普通的教授尔，伊也无官职啦。是。伊是到2018年的时，迄时到我过年前嘛，我会记得迄时。啊，迄时才常常接着一个讲，伊爱去做劳委会的主委。哦。啊，即摆大家来个倒过来，讲2008年以后，咱老实讲啊，2008年马英九是执政啊。是。08一直到18年，上足10年的时间，陈明通伫学校就一个老师尔。啥物人会知影讲伊10年以后会变劳委会的主委？哦。啊，因为伊后壁做官的这个代志，即摆大家就甲头前拢甲看过来，讲哇，你看偌夭寿的，这个人吼，当时你去斗阵安怎？你对这人有公平无？是，所以我讲这件代志是毋是政治的事件？我认为是啊。到上尾，大家拢用政治的思考去思考，讲今仔日林志坚若是伊的论文有代志，啊，陈明通你爱负责任无？你看过一段时间，这几个人拢是用这个顺序你去想嘛。哦。林志坚你若是论文你是抄的，啊，陈明通你就是无尽到做老师的责任，所以你就爱负责。你想对老师是一个偌大的指控？伊30几年，你去甲算讲，我讲一下嘛，因为我家己本身有看伊行过迄段，我讲行过迄段就是伊对2018年迄时讲要去做劳委会的主委的时啊，伊一年譬如讲收5岁啦、6岁啦，因为你即摆老师收几个学生，这一定拢是按这个规定内底嘛。是。但是，敢每一个人拢像四维兄去读册的时，想讲要紧毕业。我知影四维兄总想办法2年换2年，紧甲毕业了。有真侪人读的都听遐歹读啦。我知影迄是陈明通知影讲伊要去做主委啊，所以啊，伊甲伊所有手头上几年内底指导的学生，伊拢有做一个清查，就是讲你有啥物人已经会使准备要毕业的啊，但是你拢无写，伊就开始讲紧的。我后盖要做主委，我无时间甲恁创啊。哦。啊，因为这个怎么说，大家都等来，哇！你看，啊，你做主委，佫会使共指导。我感觉，咱老实讲啊，真侪学校教授愿意去指导学生，你爱共阿弥陀佛，爱共谢陀谢。真侪教授是袂讲，我认为这会使公平去讨论的啊。所以我认为林志坚这个问题，伊家己爱去面对。我真早倒一代我拢共款讲，你当初是论文是安怎写出来，你家己心内上有数。人即马得意，你讲你是毋是一个你拢安尼草过去？咱老实讲，你爱面对。是。但是对选情来讲啦，伊即马拍到的拢是遐少年啊。为什么？真侪你看国民党有的人伫拍，因为我老实讲啦，咱家己看四维兄，伊算国民党内底算较理性的，你知？有的黑白乱拍，讲哇，你就是安那啦，所有人倒的都会使比啊啥？伊即马拍的是啥？你知？拍遐少年的选民嘛。哦，因为林志坚伊即摆就伊即摆外口的人的形象就是讲，哇，你看我少年，我愿意做代志，啊，我嘛肯拍拼。是，咱老实讲，伊伫新德市的做市长的时间内底做的物件，经过1届选举、2届选举，大家是甲肯定嘛。对。但问题是你若是一个讲用抄的这单代志，你拍到就是，少年来讲，啊，你即马讲甲阮共款，你嘛是拍拼啊，啊，你嘛是辛苦起来，啊，发现你都毋是嘛，啊，你嘛就用简单的，你就做捷径，啊，若无你就方便，啊，什么Ctrl+V，啥物拢入来。哦。所以伊就对伊来讲，伊当然伊的选情会因为这受到影响。是。我感觉林志坚家己嘛有发现到，这款代志对伊是重伤，伊无可能1届2届，伊要一直出来开记者会，1届2届半暝要出来讲我无抄。所以咱老实讲啦，咱以一个常理来讲，除非伊真正是讲白贼，讲到一个阿弥陀佛去啊，拢完全讲白贼，面也袂红，啊嘛袂拍角安尼。是。无你要叫一个人讲，伊明明知影家己是抄的，但是1届、2届、3届讲出来讲，我无抄。老实讲，迄毋是干那面皮爱搞，迄爱真大的勇气啦。因为这物件大家睇开拢知嘛吼。所以我认为啦，这件代志林志坚上大的问题是，伊无伫第一时间内底讲好清楚，大家质疑的遐个所在，伊是安怎出现的？
啊，一直敢若讲处理讲伊的什么资料的问题啦，什么医生发生，我暂时视为上某部分讲的啦吼。就是讲你袂使讲伊一个题目讲啊，因为我安尼我先想我就叫。你看真济学校吼，尤其咱读新闻的吼，真济学校是安那你知？讲台湾政论节目的发展，以什么电视台来做例子？啊，以什么新闻来做例子？伊家己工课做工课，这个所在，伊开始落去写嘛。所以咱老实讲，伊有真济所在，伊真济媒介会去判断讲，伊到底是抄的，还毋是抄的。这毋是咱在座什么人拢会使甲评断，所以我赞成讲学校你本身爱去处理。但是对选举来讲，真侪人袂去甲你讨论讲，哇，伊什么物件是伊家己想的，什么物件是伊抄的，大家一看到讲，哇，是啊，你用抄的，啊，搁遮侪所在去用点出来，真侪对遮就对伊产生这个影响啊。哦，是，副主委，拄则林俊大哥讲到吼，可能真正的目标，要影响的目标，可能是单民统主义。另外，再来看这个政治事件吼，因为这个论文的问题，啊，即马要开这个审查会，说地书。中华大学的董事长啊，论文审查的这个调职人嘛吼，拢是头路啦，无要插这个代志吼，看起来是因为这个政治效应足大，啊，咱搁看到呆的这个调职人啊，苏教授吼，伊直接伫这个 email 内底讲吼，这是丑闻吼，啊，两种方法无啥共款，总是迄个内底政治气味吼，足明显的呢。其实吼。你讲以李美珍的迄当阵去互立营来安尼吼，逐工练，刷个论文摕出来比对，安尼到尾啊安怎，家己见效是嘛？是。我放弃这个学位嘛。你今仔日林志坚，你两本的论文摕出来互大家比的时阵尔，讲实个啊，头拄林俊讲伊面皮遮尔高，啊，伊嘛，若是你若无徛在，伊面皮嘛无法度哪搞安尼。但是我必须要讲，即种代志，毋是一匹天下无难事。你刷的时阵，拢讲一工过一工，我拖到选举刷的时阵，我民调赢的时阵吼，我一切拢无要紧。刷的时阵，你另赢一直讲啊，你这拢是我你这拢是政治事件，大家也必须要了解一件代志。是。王志坚，伊讲安怎？这学术论文伦理的代志，这是政治人物一个诚信。你今仔若要做一个政治人物，你若对这件代志，对这个诚信，你无法度通交代，你选赢又搁安怎？煞个是你做一个政治人物，若是假使讲无遵守着学术伦理，甲你的诚信，安尼这个国家害去啦。大家嘛讲。教育的归教育，学术伦理的归学术伦理，政治的归政治。但是咱今仔讲一句实在，大家为什么要甲你检视？因为你今仔若要参选，第9月份你要去中选会登记的时阵啊，你顶头选举公布你都要写学历嘛。对啊。啊，你若写落去的时阵啊，今仔日学术伦理委员会若裁定你是抄袭的，你毋是咧欺骗所有的选民？这甲政治无关系吗？你今仔日林志坚的律师，黄律师讲，苏宏达院长，你都爱退出。教育部长就出来讲啊，这毋是由外口的人所制定的，毋是讲你外口的人讲安怎就安怎。是。学术伦理委员会这有一定的规矩，每一间学校拢是依照安尼。是。煞个时阵，你民进党即摆一党独大，你讲出来敢若绿色恐怖呢？你今仔中华大学这委员会。召集人，伊就讲我是啊，我袂捌。为什么？啊，我今仔若查落，若今仔确实是违反，我要甲讲伊违反。嘛毋是后盖我选啊去互王军哦，甲我抄假密作，甲我起底。啊，今仔我若是照公道讲话，若昧着良心讲，嘛害咧。安尼也毋对，安尼也毋对，伊规讲啊，我卖插。啊，若讲到这个代志，敢会为迄个方向发展，就是讲变做迄款要相信的，就一定会相信；本地无爱信的，所以讲阿平，我就讲嘛，你当事者，我讲实的啦，额头几笑三笑的性命啦。家己忘良心啦，有抄也无抄哦，你家己忘良心啦。是。你若要一匹天下无难事。我讲是的啦，阿能够较肉就芳啦。今仔毋通讲为着要选举的时阵尔，像志坚遐讲的啦。
讲啊，你甲国家未来的学术伦理吞大，刷的时阵做一个政治人物无诚信，是啊，你这个国家害啊啦！我讲句话实在，读硕士、读博士的人无偌济，毋是讲全部。当然有的基层的遮，大家会感觉讲啊，你咧讲硕士、讲博士，到我啥物地带？包括迄当阵历行的名嘴嘛咧讲啊，媒体里嘛讲啊，讲论文都无效，你都爱讲伊的政绩。刷咧新竹的野球场，即摆叫人炒出来，你嘛规个论文嘛讲袂清楚，刷咧家己写，佫叫别个立委来替你讲。哦，你今仔野球场的代志嘛是报到安尼，你讲你要选一个赢市的即个市长，你要安怎对这个选民交代？我讲实个啦，就算讲有个人讲今仔民调出来，林志坚佫赢哦。但是我必须要讲，安尼对咱的下一代，咱要安怎教示？咱要安怎甲教育？安尼你作弊拢无要紧，这社会要行到倒位去？我讲实个，会使，我嘛选过几个人，我嘛当选，我嘛落选过。是。你若讲社会若拢是安尼的时阵尔，这无学术伦理，无一个诚信，这国家就害啊，是毋是？所以讲我讲实个，头拄仔。林俊兄讲的对，你无需要去看效着其他的老师，也是其他过去的学生，咱无需要安尼讲，无需要安尼去学。你一个人，查甫囝，担担当，有做，你甲大家回一个失礼，你嘛继续选，李明珍嘛是回一个失礼，伊嘛继续选啊。是赢你好啊做，输嘛无要紧。但是你今仔日现的啊，一匹天下无难输。我目睭缀大蕊，甲我无地带，我无抄。我讲我无抄，我就无抄。你讲到11月26，我无抄，我就是无抄。学术伦理委员会，恁的所有的执政的优势，然后落去甲因抢下，安尼要安怎？今仔讲实个，若是迄个招一人甲你有关系的时阵尔，你绝对会讲，嘛毋通是，毋通是，毋通是。所以讲，大家拢咧看嘛。你包括代真侪毕业的学生，甚至于你讲苏宏达院长写这个批信，讲是丑闻。那以因教授来讲，对我学术单位、学校已经是伤害啊，这叫做丑闻。嘛有大的教授讲，你讲毋是丑闻，当下要讲是趣闻呢，趣味的代志啊，这毋是趣味的代志啊。所以讲每一项有每一项因的专业。是。所以讲我是感觉讲。今仔日林志坚，你家己爱讲老实话。人今仔我头拄就讲，于正煌伊会阁讲，我写毋对的所在，我是为倒位来引用的。是，但是你讲袂出来嘛。对，咱即马来请教委员吼，拄则副主委伫咧讲吼，毋通一匹天下无难输啦。毋过可能袂有即款的状况，因为大已经讲伫选举投票进前吼，一个学术伦理委员会可能会有一个结果吼。伫这个结果出现进前啊，你感觉林志坚市长吼应该安怎处理？继续处理，因为逐工出来道歉吼，安尼看起来就是较歹看啦。好。这个台大教授苏宏达哈，因为我们现在对他审查会是申请回避啦，主要是因为他之前有几个言行嘛。首先是他在苏启成事件的时候，他就在公开发文说，这个我们民进党政务任命杀死外交官，这是一件他对我们我们对他觉得他比较有先入为主的意见。他第二个就是他曾经在发文指控说，故宫3阶段转型蓝图是民进党在文化大革命消灭故宫嘛，就是他有一些比较偏颇的言论。第三，就像刚刚副主委说过，他现在发文说，他在当这个林志坚论文审定召集人，他已经未审先判了嘛，他就说这是丑闻。那我相信他是一个审查会的主委的代表，就相当于一件案件的法官。法官如果未审先判，在还没有审判之前，就对外开一个记者会，在外面公布说这个是丑闻，就表示他的新政已经定了嘛。那如果他新政已经定了，依照这个学术伦理规范，那我们黄定宇律师就是依照这个程序去给他申请回避。那我相信这个事件呢，我相信台大一定会做出一个很好的处理。那我们对
他当事人有言行有偏颇之余的时候，我们对他提出疑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当，也是很正确的一个做法。那我相信，也许说大家会认为说，用那个国民党以前威权时代思维去考量这件事情，说现在政府是执政党的，但不要忘记，因为这个学术伦理审查会，它还是院长所主持的。那院长苏宏达他言行偏颇，里面的成员呢，审查会的成员呢，也是这个苏宏达院长去寻觅而来的。自然这个审查会的结果会有怎样的结论呢？自然我们可想而知。所以我们依法申请这个回避呢，都是有理由的。那今天有人是说为什么林智坚没有出席这个审查会的会前会？那黄定宇律师也在我们的记者会说得很清楚嘛，先程序后实体，这是一项是公正公开的法律原则。那我相信经过这些处断以后，这个学审会的结果会给林智坚一个满意的交代，这样是好。讲到这个学术问题讲了吼，咱还佫有这个新竹野球场的问题要来处理吼，咱先来看报道。这球打得不错，在中右外野，右外手扑下去，接到哇，今天的钓虾池是变到了右外野去啊！无守备全队南某安打林德轩嘛因出来受伤，副帮悍将球团证实林德轩初步检查倒边肩胛头 A 关节臀来受伤，可能要休困3个月。而且回到附带病院再度来检查，无排除要来开刀，这个球季恐惊无法度过来比赛。没有缓冲的感觉，因为它上面是松松的，但是下去你扑下去的时候又是很硬。对着阿未验收的球场，煞来比赛造成球员受伤，国民党立委党团是要求转正桃园市长选举的前新竹市长林智坚要来负起相关的责任。这就包括了刑事责任、财务责任、刑责任跟政治责任，请林智坚出来讲清楚、说明白，你要怎么负责？你负得了吗？林智坚表示愿意来负责林德轩手术等等的医疗费用，不过真侪球迷是到林智坚的面前来表达不满。我马上致电给了这个领队林华伟领队那表示我的一个关心，那也希望说能够在未来医疗上如果有任何我可以来协助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尽一份力新竹市立棒球场于上周五重新启用后衍生的相关问题，本署已于日前主动分案，由检察官依法侦办厘清中。新竹地检署表示，已经来分案调查，会来了解球场还未验收到来比赛以及相关的争议，到勘涉到违法。记者张志阳、谢振林、詹淑云、张君豪综合报道。咱即摆来看这个野球场的问题吼，已经属伫这个定数的问题吼是。新竹市政府已经提出一个方案，有10个优先来改善的方向的，这是已经在处理的。总是拄则影片内底讲到这个负责任吼，林智坚已经为着这个野球场的这个问题吼来道歉，而且是球迷来道歉。当这时伊嘛讲伊会负担林德轩吼，伊这个手术的费用今仔日球团有讲啦。本地这个健保有付的部分吼，健保来付，若是无付的来请这个林智坚市长吼，感谢伊要来负担这个费用吼。人权大哥，咱讲到这个代志吼，都是野球场若是起无好吼，会得改进，真正改进就好啊。你拄则讲到这个论文的问题，事实上是咧拍少年人这块吼。这个野球场，佫较是拍到少年人这块呢，尤其是迄款有咧看野球的吼，这个球迷吼，你惹到球迷实在是真歹收煞，敢毋是？我感觉这个运动的问题，可能不是敢若少年有这代志受到影响啦，因为我嘛唔敢讲我家己少年啦，但是伫我少年真细汉的时阵，大家迄时厝内无啥物电视，若看到咱的野球去倒位比赛拍，大家拢伫电视机头前伫甲加油啊、拍抱啊啦，若拍了无好，咱流目屎，这是咱大家共同拢行过这段路啦吼。这个野球场这个代志，我认为对林智坚来讲吼，伊受伤甲论文来比吼，这个受伤搁较大。你看林智坚在处理野球场甲这个论文的代志，这两项代志上伊的态度是无共款的。因为这个野球场一出现问题时，伊马上出来回释的。是。伊若论文的部分伊是安尼做，我相信国民党今仔日袂讲继续安尼骂，可能嘛是会啦。我反正这政治嘛选举就是安尼啦吼。
但是野球场伊内底有出现一寡问题，就是讲吼，论文本身伊的问题伫你家己写的人家己心内有数。是。但是野球场是市政府今仔日是用国家的钱，你即马做的工程。所以你若出现这个问题，你当初时你开幕的时，你搁带总统带什么人，大家去开球，啊，然后讲哇，足赞的，讲这个建设足好的，以后大家拢会使去承德去看野球。是。结果咧，结果比赛差不多过一天以后，马上新闻挂出来，这个嫌迄个讲安怎，门斗唔对，门锁斗唔对的啦，什么物，迄真侪物件报纸拢写甲足清楚的。所以我认为对于林志坚来讲吼，因为当初是论文的物件先出现时。因一寡对民进党来讲吼，伊当初是讲法是安尼，林志坚做新德市的市长，伊的成绩单比台大的成绩单更加重要。哦，这个拄仔四维兄讲的嘛，伊当初是拍的是讲，伊知影讲这个论文的物件，可能对一寡人会感觉有伤害哦。你不管相信无相信，你会对伊产生怀疑嘛？讲安那会安尼？就算讲你无认为讲伊是抄的，你嘛会淡薄仔感觉怪怪。所以即摆这新德球场这个代志一出来以后，马上即摆了了，你甲我讲你做新德市市长，你的成绩单真好，这就是你的成绩单啊，那舞即出来出来。所以我感觉新德市政府这个部分内底伊有真侪物件爱对外界爱搁较做说明啊。是。已经毋是干那讲我即摆紧来处理，紧来讲一寡物件无做，我这样改就好啊。因为为什么我讲嘛，你今仔日即摆发包这个工程出去以后。你到底是安怎去甲点收的？是，你是以点收的方式来处理，还是你验收的方式来处理？因为你看有的物件，咱老实讲啦吼，伊今仔日因这个解说内底，伊即摆用伊毋是用验收这两个字，因为也未验收啦。对，伊讲伊毋是验收嘛。是。伊即摆佫讲啥？伊讲咱这个公共工程咱一般来发稿内底政府采购工程法，伊讲施行细则第99条内底有讲你会使部分。但是咱就讲，什么合作部分？你即马是全面规个启用嘛？是。所以用两个字合作点交啦。那我认为吼，因为即马伊的新德的这边的检调吼，已经表示啊嘛，讲因即马会主动去调查嘛。因为真简单，这内底有一寡美感的问题吼。咱老实讲啊，什么合作点你知啊？我甲你讲哦，我即马甲你买一支笔，你即马看讲有我即马来甲你点有笔无？有一支。安尼这代志就过去啊。哦。但是呢，验收是啥？你敢若甲我讲一支笔尔，我看这钢笔，是鉛笔，会使写无？是。内底有水无？这叫做验收，你知啊？所以你的点甲验这内底其实有美感。是。所以我认为这新德市政府伊即马虽然讲我当初是还未验收过，咱老实讲啦吼，这内底有一寡大家去认为讲吼，你即马开遮济钱去做出来，而且。伊即摆讲当初是去讲球队伊讲我已经有野球队先来处理过啊，大家嘛讲足好诶。但问题是你即摆看，伊即摆讲魏全龙嘛，是。即摆出来质疑诶，讲球场内底有问题，你看媒体写拢是魏全龙内底球员。所以我认为即个吼，伊即个代志对林志坚来讲吼，伊爱真慎重去处理啦。是。为什么？爱野球诶人无分政治诶色彩啦，无讲你哪会使。介意野球，你青袂使，白色的袂使，无即款代志。是，所以我认为对于来讲吼，伊爱足严肃去面对这个问题啦。是，不过咱讲到这个地检署吼，已经针对这个问题，也未验收就开始用来开始这个调查吼。不过咱讲到这个调查，伊调查的对象可能唔那新德市政府一个哦，因为。咱看到这个规个球场要使用吼，伊有包括着这个灵来球场公司，这个灵来球场公司是负责，唔是比赛场地，亲像伫这个所在，7月11号的时阵，灵来公司拄则林俊大哥所讲到的，有点高啦，就是1楼甲4楼的空间，这是营业吼，可能看球遮的空间。另外第2个单位吼，是这个。未全的球团吼，拄则讲到讲球员有对这个场地来质疑，总是球团有勘察这个球场哦，这是第2摆6月21的时阵第2摆吼，过来7月15的时阵球团有第2摆来会勘这个球场吼，进行这个压力的测试，嘛是进行比赛，也就是讲。
针对规个球场会使用无有3个单位，至少有3个单位来参与的决定。新竹市政府、龙来公司以及美泉的球团吼，针对这个状况维稳，若是有3个单位会当来参与这个球场会使用还是袂使用？最后伊会使用来做这个比赛，选地输球员来受伤吼。这内底的责任吼，可能小可有较复杂。针对这个代志吼，你的看法是安怎？好，首先讲一下，因为我们不是新竹的市议员啦，那我们就我们知道的部分来做一个说明。那昨天李延慧议员啦，他也有上公视的节目，那他也是针对这个刚刚康仁俊大哥有说的。这个政府采购法施行细则99条的部分来做一个说明吼，像这个球场这么大的工程啊，其实依照政府采购法，它是可以部分去做一个验收。那因为其实这个球场是攸关民众使用，很重大的工程，那需要这个部分的验收，预留一些使用改善期。那如果没有这些使用者的使用调整，我们就验收付款，其实是不符合理性。所以这中间有这么多的过程，就是他们跟龙来公司签约，让龙来点交给龙来，然后龙来就譬如说，第一次点交，然后勘察，然后办了一些会勘，还有一些压力测试赛。这中间的过程其实很多，那中间他们也没有说有问题，然后最后就是这个职棒开赛出现了这件事情。那我相信，我觉得其实这整件事情，因为公共程，其实它的范围其实很多，包括它中间有一些工程顾问公司，然后也有施作单位。那这不光是林智坚一个人就可以讲清楚说明白。那除了林智坚的部分，那我们也希望是新竹市政府，他也要说出来澄清。我不认为说，其实林智坚完全一个人就要直接这样子道歉是正确的。我自己虽然是我在桃园市选议员，我也不觉得这样是正确的，应该是像譬如说去检调、去勘察这所有的过程以后，找出源头，到底瑕疵出在哪里。所有的公务单位、体育局都有承接这个工程的相关的单位一起出来改善，这样才是对的。那我相信，其实它中间有这么多次的点交，还有压力测试啊，中间也很多龙来公司也很多，还有球员叶军章也出来发言说，他觉得这个球场没有问题，那是不是还可以有待检讨呢？这个我们都可以看。那我相信林智坚还有李智坚团队，还有新竹市政府，他也发出许多声明，他说这个球场的维护呢，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那他们也拿出最大的诚意来改善。那如何的改善，他们也一一的说明清楚。那我们清楚的看到，其实这个新竹球场的问题，它是一个老旧的球场，它把它改善。做出一个可以打的球场，那不像说我们说台北市，它最后做出来的大巨蛋不能打球赛，那它也不像我们桃园的球场做出西赛的球场是无法改善的。那我相信新竹球场有瑕疵，但是新竹市政府拿出诚意来解决，那未必是不好的，就是有发生出错的状况，他们有诚意出来改善，至少是表现出最大的诚意，这是我看法。谢谢。胡主委，咱伫这个问题内底，敢会当看到一个可能台湾人咧做代志的时阵，的一个惯势，就是3个单位吼，拢来看个场地敢会使无？若是讲会得过无，咱就来拍球吼。出代志的时阵，若是无出代志就准拄煞；若是出代志吼，大家才讲我有看哦，我有讲意见啊吼，大家煞拢来杀这个责任，敢会是安尼？所以讲啊，民进党拢讲甲喙角全破啊。绿色执政，品质保证。选的时阵，你看到即马的时阵尔，绿色执政才变成推卸责任的保证。为什么？你5月份的时阵，林志坚你搁伫新竹市长的时阵，你无要选桃园市长的时阵，你对媒体安怎讲？7月新竹野球场就开幕，一定拍。你已经预设立场了嘛？你即马讲点交甲验收，无毋对，有一寡公共工程或者是公家的事务，因为你验收就爱互厂商钱，是，所以讲你有当时会试哦。但是这野球是职业的呢，这毋是普通的咧讲野球算的呢。
你搁有人收门票的呢？刷的时阵，你即马去用掠包啊？天堂路便所的门栓装伫外口，装到电脑柄，刷的排水的系统水沟的问题、楼梯的问题、座位的问题，叮叮塔塔讲起来的时阵，尔20-30项的问题。救援受伤，王建民伫美国敢若走一人无说你，一个人所有的棒球的性命，规个拢无去啊。林哲轩扑下去应该是一个美技，结果扑下去，哇，好像扑到屏东的天堂路。你今仔讲美专这个魏全龙，因有来点高，头拄啊任俊就讲啊，点高甲验收是无共款的。点高是讲啊，我甲球队带来的时阵尔，你看有外野的草皮哦，你看有内野的红土哦，你看有椅仔通好坐哦，你看有楼梯通好行哦。但是你外野的草皮，你内底阁有迄个水石头，你敢有甲龙来公司讲？你今仔日你楼梯迄个迄个扶手全生生你也无处理，煞咧你即马要怪互球队，煞咧球员受伤，你即马当然要讲我也无叫你拍落，你哪要拍落接？你若徛咧接都袂受伤啊？你敢会使安尼讲？毋过讲到这吼，若是我做一个球团，我的球员要去遐拍球呢，我敢毋免确定伊是安全的。阿土，今仔日政府单位甲民间公司合作，有 BOT 甲 OT。你 BOT 就是规个完全委托互民间公司，你去兴建，你去发包，你去处理。是。但是 OT 是安怎？政府单位为3亿外的预算，刷入来甲中央讨前瞻预算，为3亿增加5亿，增加8亿，增加12亿，刷入时你政府来发包。你政府发包营造公司来起的时阵尔，你今仔日是你政府单位，你爱来验收，所有拢验收完啊！你今仔日完满啊，品质保证啊，你才会使交互球队伊去经营，这叫做 OT。但是你今仔日袂使讲啊，我今仔政府单位应该我验收的，我爱出资的，刷的时阵尔，你即马还袂验收，还袂出资，你叫球队来甲营造公司两个对合，讲啊，我有叫你来甲讲啊，伊有做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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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支笔内底有水无？唔知影。你今仔你若是讲有甲营造公司交验收交接，刷咧你这支笔交互球场，甲讲啊，我这支笔内底完全的哦，我有水哦，会使写哦，我交互你。后盖若搁发生代志，是微传公司有问题。但是你今仔政府单位你无验收，你讲微传公司讲啊，伊有点高，这安尼跳过人过，这甲你讲绿色执政品质保证，安尼哪有对答？这规定有下处吼？不，这就无下嘛。所以讲，人讲公务人员是依法行政。啊，你今仔日你政府单位跳过人过，是你的责任，你无去验收。是。你无做完成这个程序，煞咧你即马去互人发现，就讲你有遮尔侪缺失，煞咧时你今仔日讲啊，我第一届会刊、第二届会刊、第三届会刊，球队伊今仔要来甲你承包为主场，是，伊当然伊爱去看。你去了呢，我嘛爱讲，你包括林志坚，你今仔为着这个球场，你嘛已经开6-7年的时间，甚至于。营造公司当咧起的时阵尔，你阁有用缩时摄影，是，你就是希望讲，这个是要凸显我的政绩，但是今仔用拍2摆尔，规个拢无对答，而且阁去用犯着啥物？你过去8-9年前的时阵，你做议员，伫新竹有一个简易的运动棒球场，迄个红土大细粒，你伫议会质询。你讲啊，定定塔塔，煞咧换做你做市长的时阵尔，一个球场拢还袂好哦。你伫5月的时阵尔，你就讲7月一定要开打。所以讲你讲今仔人家你来检视，人敢甲你话哦？
你讲今仔出了遮尔侪钉钉塔塔的问题，我讲实个，你敢会使怪球队？是讲到最后，咱最后何仁俊大哥来讲一个，就是咱看到即马吼，这个民调吼是伫7月19号到7月23号进前做的，这是球场的代志，还未发生的时阵所做的吼。咱看到林志坚的民调吼是44%，较赢国民党的候选人37%吼，差不多赢7%啦。啊，这是球场代志发生进前，看起来都是论文对林志坚的影响可能无较大。啊，毋过拄则讲到讲球场可能会搁较伤吼，未来选情的势面，林俊大哥你安怎看？因为你这个民调当初是做的时吼，伊敢若这个论文的风波嘛，我拄头我就讲啊，我讲论文这个物件，基本上对一般的民众来讲，这是你个人的问题较大啦。吼啊，而且伊这下下还未判定嘛，所以伫做这个代志，伫做这个民调的时候，我认为伊无完全反映到讲民众对伊到底是我有信任你，还是无信任你？因为真侪人搁伫端上报讲你判断是安怎。那我认为讲，伫这部分内底选民是较理性的啦，吼，所以对这个部分来看，应当是讲吼，民进党的支持者伫做民调的这个时阵，嘛是愿意表达伊伫支持林志坚的这个态度啦。是。但问题是吼，因为这个后壁佫有这个所谓野球场的这个风波嘛，吼，我认为后壁可能对于民调来讲，会淡薄仔产生一寡影响。为什么？比如说，拄啊阿涛你一定要问讲。啊，即马敢若负责任是敢若爱先得市政府来负尔吗？啊，真侪大家拢有这个参与嘛。咱老实讲哦，为什么认为讲新北市政府这件代志伊爱负上大的责任是？因为你是一个公家机关嘛。是。啊，咱诚实来讲，今仔日我可能准备发一个发包出去，讲要做一个球场，我敢真正捌，我嘛毋捌啦。所以我中爱过一个啥，叫做顾问公司嘛。所以你拄啊有讲量内公司，伊即马我委托你啊，你做处理。所以即马大家问讲，啊！你即马发包互即间公司，你甲伊内底你有去甲什么要求？比如讲，你即马看拢是红图啦，啊！你也知影即个红图遮大片内底，即片一寡石头较济，啊！即片无石头，你毋知，你无可能逐个所在你用一个球架牵看卖嘛。所以我认为这会使理性的讨论。但是这个物件一出来是大家认为讲，啊！你做一个公家机关，你即马出遮侪大的问题，因为你头前你热闹，大家拢规个拢讲啊！你这诚赞，后来才出这嘛吼。所以我认为，对于选举来讲，吼，这两项代志对林志坚来讲是一个挑战啊。是，好，你必须要去表现是你的态度。所以我讲，伊伫球场这件代志啊，你看伊一届两届，伊出来毋是干那回事咧尔，伊讲伊爱负责讲毋是哦。你讲你义务会，讲爱开刀爱开一，伊讲伊愿意搁要甲出。对。为什么？伊知影这件代志内底，对所有喜介意野球的，也是介意运动的，甚至。正是肯定你伫做新北市市长的成绩单的这民众来讲，伊会讲你敢真正像你宣传的遮好？哦，我认为这到后壁这个选举的这个时阵，伊一定会去面对讲，毋是干那面对选民啦，国民党一定甲拍嘛。本来要选举。讲到国民党要拍维文，林志坚市长吼面对着论文啊球场的问题吼，咱看到国民党的候选人张善政先生吼，伊是真正是较好咧啦，就出遮的问题，伊无去甲你拉呢。啊，即马伊虽讲讲输7%吼，总是若是伊真正开始咧攻击这个时阵，安怎面对？我是觉得张善现在桃园是对于林志坚攻击比较激烈，应该是赖香伶啊，他出手的次数比较多。那我觉得出手攻击林志坚这个部分，对于自己的选区是不是有加分，其实是两回事啦。你也许张善政出手也搞不好加分到赖香伶啊，就你赖香伶出手不一定会加分到自己。这个到底是说攻击选战对于说可不可以回馈到自己身上，其实我觉得是两件事。但我觉得，无论是球场或是论文的事件，一定对于林志坚的选情有伤害，这是我是必须肯定的。尤其是棒球的部分，因为尤其是在乎棒球的都是年轻人，而这些在乎棒球的年轻人，对于球场这件事情，甚至造成球员受伤这件事情，他们是非常在意的。那我希望这个林志坚市长都要好好去处理与面对。啊，即摆做了有够无？你看起来安怎搁较出来的去做？我觉得他自己的幕僚，还有他自己应对，到底什么事情是自己应该要自己站出来
对大家来去承认，或是他自己要去好好的思考，是不是凡是什么事情，第一个站出来道歉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他自己要去仔细的思考。那很多事情，譬如说，我觉得像新竹棒球场这件事情，他已经不是新竹市长了，他有必要一直站出来为现在这个新竹市政府保证吗？我都是挂持一个问号。但是我是希望是说，林智坚他还是要必须去调整自己的步调。选举不是说我一直回应国民党对我的攻击，回应我对球场对于论文事件的攻击。那对于你桃园的市政，你自己的抱负，你对于桃园未来的想象，林智坚市长，你可以为我们保证做什么？你这些正面的论述，我是希望还要再更多。多谢现场3位来宾，咱台湾新港界，明仔载再会。